讲到台北市的选情，台北市政府今日就宣布新的提振经济计划，由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宣布。虽然台北市长高文铁任期要届满啊，不过呢，伊向哪力参选人开炮，未输变成第4位参选人。但是中进前，伫这个政治节目中，到底经体高文铁讲，智商是囡仔代志，囡仔才会讲遐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高文铁讲啊，民进党的策略就是免讲高文铁，唔插其他的参选人。 黄副市长知道现在一片鸡排是多少钱吗？你要看是哪个区耶。每届地区副市长黄珊珊就有感觉，为着刺激消费，台北市推出新一波振兴计划，规划产业振兴、上款振兴，阁有上好管2.0和农好管5亿的预算，要刺激消费。高文铁嘛做求予黄珊珊。7大方案，按每一项的细节是哪些东西？我们请黄副市长来说明。 黄珊珊伫陪绑头前详细解说，舞台顶黄珊珊、高文铁2个人，一个要接棒台北市长，一个要挑战2024总统的大位。不过高文铁和陈市长敢若变做年底选战的另外一组对手。 智商的代志，按讲这嘛是古早真正在讲这人吼，我顺便也表达一下，这智商是囡仔的代志，囡仔人靠在讲迄啊。陈市长前一天接受电视台专访，将目标对向高文铁，敢若变做台北市长第4位参选人。不管在台北或新竹哦，就全部猛攻柯文哲。那我还会再跟陈佩琪讲说，你不要随便上钩，我都忘记先跟你提醒了，你们就自己去玩吧，不理你。前一天高文铁接受节目专访，讲一定会选2024总统，不爱互民进党伤好选，敢讲偏高家己的民调会是第3。国民党加民众党，恐怕再把时代力量激进加上去，都还小于民进党啊。所以民进党现在几乎是一党独霸，你知道吗？ 北市的选战，民进党制定策略，主攻高文铁要甲黄珊珊诱来，并联化其他的参选人，和高文铁伫北市的选战当中话题不断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